咁另外咧，再介紹下呢件 Sneaker 啦。咁呢件咧，我自己本身咧就for咩用途咧？for CQB 啊，或者可能擺喺公司有陣時咧，突然之間有 game 到嘅袋、手抽袋嗰度啦，拖我即到呢啲咧，咁就非常之好用噶啦。因為佢呢件簡單，冇頭先咁複雜。咁佢咧前後兩件披，咁側邊咧呢條橡筋帶，我都係自己另外購買嘅。佢有樣好處就係就咁開。就咁黐就着得上，就可以着得上身㗎啦。你唔好睇佢淨係一條帶，其實佢側邊呢度咧可以插彈夾袋啦、radio pouch 啦，甚至乎有啲中意插彈樽啊、插氣啊都可以嘅。咁呢件比較簡單啲，後邊冇咁多模組化裝備啦，都係啲魔術貼啦。例如有陣時有啲朋友可能打 CQB 中意黐下燈啊。咁另外前邊嘅同頭先一樣啦，都係有上半橛都係一個 Moly system。你中意嘅將翻頭先 FCPC 嘅一個 Kangaroo，我想扣翻落呢度用，絕對可以嘅，可以任意組裝嘅。所以 Ferrero 嚟講咧，輕便嘅就呢一件 Sneaker。你係戶外嘅，中意重裝啲、有型啲嘅，咁啊呢個 FCPC V5咧就比較適合啲啦。喂，提大家頭先講漏咗一樣嘢 ，Ferrero 產品精選產品有75折，仲快啲上我哋網站睇。